啊，还是因为在成品的关系，我们都要很那个气质这样。好，不管你的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不过谢谢你们，不小心路过的，或是真的是专程来的，我都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接下来我要带大家进入的这一个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呢，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呢，我的名字叫阿洛卡丽婷巴奇娜，这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哈。你会认为他是哪个国家的朋友？对，那是我的全名，但大家叫我阿洛就可以了。阿洛这个名字是来自于阿美族的神话，然后是一个唱歌要唱到大家喜悦，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唱的每一首歌都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很喜悦。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中成品唱歌，然后发了我这张专辑，然后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听到的歌曲全部都是有阿美语的母语的创作，然后写完整的一张专辑，然后这是我自己这几年当中的对于很多生命当中的一些咏叹跟想法。那首先第一首我要先唱的歌曲呢，收录在我专辑当中。这首歌其实在讲一个典故，就是阿美族在华东一带每年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祭典。那丰年祭的时候呢，我一直认为有一个最美丽的画面，就是当我们的年轻人在场中间跳舞的时候，然后会有老人家在背后帮他去调整他的身上就是因为跳舞的关系歪或是斜的衣服比如说你的头是歪的，老人家就去帮他扶正，去帮他把衣带整好。那每次我看到这个祭典的画面，其实可能很多人不会有看过，但是我一直认为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原住民的孩子都是那个承袭祖先的爱而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身体呢都是很珍贵的，而且是充满了祝福。不管你是在祭典场上，在部落，甚至你在台北打拼，然后我就写给我们每一个族人的孩子这首歌，叫做《身体》。然后我永远都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迎着祖先的爱而来。那我们有一天，即使我们在都市了，我们仍然没有忘记这样子的一种祝福的力量，甚至不会迷失在很多的很绚丽的还有迷惑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记得我们的身体来自于什么样的地方，是迎着山海的智慧，迎着祖先的呼吸的气息。这首歌叫《身体》。